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南部地区已经真久无落雨了。南部各大水库的储水量哪来哪少？上新的数字，目前闸门水库的储水量存23.7%，提供到嘉义县市的民生甲工业用水的仁义潭甲这个南潭水库，水位嘛直直落，拢已经出现着浮洲沙轮，这个潭底。 近出水口的所在嘛拢逼头了，民众是真担心哦。若阁无落雨，这个水库恐惊爱见底了。面对着30年来的大可汗，政府今仔日嘛来成立着旱灾应变中心。生活上重要的水资源，也毋过即马真欠水。 现场出现几若片的沙石，规个大窟窟土井嘛逼开，这是嘉义南潭水库水位已经低到因过100多年的无加古井，搁一摆看现。来到番路乡的仁义潭，情形同款真惨。嘉义地区的仁义和南潭水库，看到上新的水情资料，南潭水库的欠水量是40.4%，仁义潭水库是31.3%。台南的两大水库，闸门水库欠水量刚存23.7%，北河水库搁加刚好22.3%，两区拢已经到红灯。乌山头、南华和阿公店水库欠水量拢无到50%。主要供予大高雄用水的高屏溪集水坝，3月7日下晡的传流量已经降到7.3 cms，2月7时是9.2 cms。来看数据，一个月时间传流量是大降低。面对大高雄，逐天用水量超145万吨，南区水资源局嘛准备伫咧高屏溪沿岸，佮5个10区控可换水井。 来看高雄的丁清湖，下晡水位17.5米，欠水量要我88%，算是高水位。来看水情来做调度。澄清湖水库它是属于离槽水库，那只要我们水源有足够的水源，我都可以把它抽来澄清湖水库来蓄存。那所以说，整体高雄地区的这个水量，我们会配合这个中央的旱灾应变小组来做个调度。南部各水库的欠水量继续降低，天公伯啊嘛一直歪落雨，中央嘛伫咧3月7日成立应变中心，这是继104年后，隔8年台湾搁一摆面对30年的大可汗，会串联南部地区的水源稳定供水来度过这摆挑战。除了欠水，因为通货膨胀影响着物价，另外伫咧真济国家起价影响市场，民生和工业用电起价嘛，互国内通货膨胀更加严重。会吸收油价上涨25%。那另外呢，货物税的调降也延长到今年6月底。经济部启动相关配套措施，稳定天然气和油价，互国内经济可会受到国际通货膨胀影响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